擺喺度先啦。你而家對，喂，過嚟啊！擺喺度，擺低，擺低，擺低。斬咗個波上去。你而家要喐嘅，喐住先。個波去到邊？係啊。歡迎大家收睇歐聯賽透過米對曼城講少，其實係這隻足球比賽。得啦，咁樣叫啦，喐得㗎。可唔可以歪啲啊？咁樣唔使用。我見到 Michael 而家做緊喎。你頂住先，頂住啲 cam 就 set 定。你跟住個波喐啦。係。而家係紅色交球。綠色交球，等翻出嚟。咁快。手。哇！細啲做得好，你解啊！你解，零 pressure 啊！好驚佢啊！唔緊要，你會睇到嘅。你頂住先下一次 cam， 我真係會換第二次 cam。交球等佢出嚟，就黐翻個波，而家落翻啦，站翻去邊路，一個射打緊球，入翻中路，想射幾腳，唔中籠啊！射嘅籠即係21號嘅邊邊？到你，幫我 hold 住先。你跟住呢個 hold 住。唔知你有冇 sorry。Lucas。好啦，咁而家 Lucas 攞住個波啦，準備開門。你 hold 住下，好啦，綠色個出頂個湖人調到。我成唔知點知我係。有個流處，因為咧未。即係佢整完。入翻嚟先，入翻嚟先，入翻嚟先。你整下我整下。打分包解圍先啦 ，Lucas 攞翻個波，有產生犯錯。你配到，我覺得你雖然都呢啲咁嘅限制。波出嚟先啦，見到卡神頂走嗰波，你攤位上翻去。我啲接咗，識啲調翻好。有 Lincoln 傳翻個波出嚟啦，但係見到做咩料？我哋俾波散㗎。如果綠四做出第一個換人調動啦，換咗 J1，哇 J1 條打咩位啊？條褲都未休好啊！位呀！J1打咩位啊？邊個嚟㗎？喂，J1打 C 啊嘛，你幫我撲啦Michael 鬥出第一個界外球，又第一個。加身口夾到呢個酸菌嘅。12碼，邊個射啊？邊個射啊？而家睇個樣似係俾阿嗰時啱啱 handball 啦，所以而家就判罰咗12碼。人哋啊！仲會由呢個 Michael 主射嘅。我點解冇你？你冇計緊嗰個？我而家計時好耐，我哋唔計時好少。見到 Lucas 其實係完全冇動作，估唔到方向。你有份聲㗎？唔係啊，幾15分鐘，15分而家幾點？你唔係計咗時嘅咩？佢開緊。你講啊，你報啊，啱啱人話俾佢聽，大家。咁而家開咗波5分鐘啦。喂！
有牌嘅咩？邊個評分嘅？有牌嘅咩？佢計嘅咩？我知啊。你計咗先，你冇 check 到張牌？搞翻出嚟，搞翻出嚟，iPhone 攞頂走。哇 ！LC 用個人技術，哇！直接追佢一波，幾多分啊？好啦，而家5分半鐘已經2-0啦。見到其實紅色嘅防守係非常之凌亂同埋完全唔知做咩嘅。Michael 再次用個人技術，點知失敗。好，依家打翻過嚟，好。呢個仲未解到圍。好，依家哎呀出咗。依家紅射嘅。深啲喎，你係介唔介意坐過去嗰邊咧？邊間細點處理先？好斬咗過嚟，13號見到。你綠射拎翻，呢個轉身。好咁勁，睇咗到，好似英超嗰啲。哇 ！Lucas 接實。哇！等翻個龍門球出嚟，佢都係落翻，點知都係俾卡神接到，有個正回後，哇！點知有個失誤，唔緊要，有卡神補翻。要成埋嗰啲新教練球證5分鐘後換人，咁樣落翻啲，即係越多啲球水。點解唔寫？有個車攞晒。佢神推進用個人技術攞過2-3個人，你前前嘅 Michael 咧，一個好靚嘅轉邊，好邪啊！我知個恨真嘅，我知㗎啦。跟住就嚟到紅色加油球，有Lincoln。下個波輸有 ICD 嘅加油球 ，iPhone out 即時解圍，再嚟咗加油球。有冇識用個人技術？Lucas 接上，龍門球開翻出嚟 ，Michael 停唔到，而家控翻粒波先，一直控住，一個靚超俾到 iPhone 嬲，停咗靚，加油球俾咗紅蛇。綠射抌到出嚟，一個靚嘅解圍。阿成攞翻個波斬上去，直接傳到俾 Michael，因為冇越位，哇！9分，見到 Michael 係直頭企咗喺龍門門口等一波啦，因為冇呢個越位嘅規則，所以基本上係可以全部人衝入去。哇！晒你，我哋呢落幾，仲有你睇緊咩啊？咁呢場比賽就每隊有3次換人嘅機會啦。咁綠射已經係喺初段作出咗第一個換人調動，就係換入咗 J 汪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過咗上半場嘅一半時間度啦，過咗10分鐘，20分鐘就半場，然後會休息4分鐘。好，紅射再開波，卡神包晒。
Lucas 就抌出第一個門球。有個姐知唔知道咧？逼搶。哇！J1 哇！J1 憑住聖道加蘭美斯之稱，哇！哇 ！iPhone 撈，再斬 ，Michael， 哇！處理大佬，啱啱個球爭啲入咗嘅，不過拆柱啦，仲未啦，而家抌翻出嚟啦，準備想大腳嘅，點知呃咗人。而家 Alpha C 控翻個波，俾翻iPhone撈，傳翻入去，綠色界有球。見到紅色係想做一個推進拉快前面，根本就完全冇人。個卡抌出界外球 ，iPhone 撈。哇！係咪嬲佢回擊？哇！J1 超級大傻仔啊！Alpha C 憑住個人速度，究竟可唔可以追翻粒波咧？哦，紅姐選擇界外。新嘅。喂，攞住嗰粒先，攞住嗰粒先。喂 ，Smart。而家拉緊。手榴彈，卡神都係攞晒啦。哇！卡神浪得靚，但係冇隊友喺前面。Lucas 門將接翻，打翻出嚟，都係顏豬攞翻。哇 ！Michael 好瀟灑，憑住個人技術，頭皮跳兩下就過到啦。iPhone 攞晒，哇！一掂唔入。好嘅機會嚟嘅，爭啲。喂 ，iPhone 撈！你聽日俾人打佢睇。Daniel 斬翻出嚟，好嘅。Michael 啦 ，Michael step over。你要企呢度，但係可以坐喺度好咗。哇！又捉兩下，又過到。睇下 iPad。係咪做緊？係喎，爭個聖經。聖經邊度㗎？紅色踢咗粒波出去啦，咁而家就有綠色嘅角球 ，iPhone 撈。哇！你個哇識人。卡神斬得靚，哇！上次直接射，但係唔中目標啊！發生咗啲咩事？頭先錄唔到。而家就嚟到接近14分鐘嘅時間啦，可以見到綠社係完全佔咗上風，而紅社係防守有啲鬆散，而且冇進攻機會，就算有都把握唔到。我知道你叫我個名。Michael 放定。而家半自由。見到係有 handball 嘅嫌疑啦。咁係喺呢個禁區出邊，所以係一個 free kick。幾比幾嚟啊？3-0。應該係。見到 Michael 係準備射呢個 free kick。我影幅相做多加速。監視人場擋唔擋到咧？遠傳卡神 ，Michael 直接射，擋晒。哇 ！Alpha 姐一個轉身，哇 ！good 啲。而家就幫你望你。
有個姐斬呢個角球。三個都唔即哇！去到尾線都掂住啦。係個男嘅都應該喺另外一邊 Michael 咁出界球。嗰些回翻後俾歐芬撈，再憑個人技術做咗3個人，哇！有少少碰撞。再次有飛機嘅機會啦。見到紅社比較兇狠同埋狼死，不斷撞人。就我哋6社主力 iPhone 撈射，究竟人牆可唔可以擋到咧？哇！見到係完全唔中目標啊！高射炮啊！高射炮啊！有3分半鐘。佢哋上半場仲有3分幾鐘，見到紅社嚟個大腳斬，完全冇人到啊！四汪控球，以為可以用個人技術過多人，點知發現自己唔夠勁。係咪 good 啲啊RG， 卡神嚟個傳中，俾紅社後衞擋晒。見到再次係6社嘅角球機會。由一分先處理，斬！哇！角球直入，係一個直入啊！見到紅社嘅龍門係有少狼狽。17-33，有個射入喎。咁其實紅社嘅龍門係有少狼狽啊！上半場暫時比數4-0，不過波係圓嘅，所以紅社係有機會追翻10球。見到重新開波啦 ，Michael 整到遠射，不過可惜唔中目標。而家重新由 Lucas 開呢個龍門球咯。啊，俾咗 Daniel。準備開一個大腳斬佢出嚟啦。Oh finally！ 6社龍門Daniel接翻 ，Daniel 傳俾Daniel 好波啊！出翻嚟俾 J1 喺邊度想突破嘅，但係俾紅社攞翻。Michael 你個短傳 J1。再次係一個6社嘅交球。換翻俾卡神，嚟個遠嘅俾埃芬撈。紅社交球攞翻晒，哇！見到一顆車係不斷逼搶，竟然有抽射，但係紅社嘅攔截都係唔錯。上半場已經去到19分50幾秒嘅時間。
上半場結束，而家有大約4分鐘嘅中場休息時間。我都話。喂 ，Roden， 佢哋轉咗之後，其實轉咗咩過嚟照？我睇嗰度多人喺呢度。10幾啊你？見到紅石嚟個直射，哇！勁腰嚟個386打關頭，大腳嗌分啦，攞唔攞到？會傳啦，扭咩啫？見到紅石嘅防守係比上半場有進步㗎。起碼有呃人。喂，阿水打啊！翻就有。可以打。我幫我打。卡神斬入去，見到6射嘅進攻其實非常之單刀直入啦。校主 Michael 直射。邊個射啊？威球咯，交個射啊！邊個？交個射啊！威球啊！我拉上我擺喺度啊！邊個？邊個？究竟點樣嚟比？紅社開個龍門球，有個姐唔諗咁多，直接射，完全唔中目標。龍門球，哇！見到 Andy Wong 係着住白飯魚斬波，有冇車頂到？有冇車再次排住個人技術傳俾埃芬撈，接到Michael攞晒，回一回後先。後門冇入嚟嘛？回俾龍，楊腰，有冇車回後攞波？一肯落去啊！單刀直入斬得唔得咧？太大力啦！龍門再開翻出嚟，見到紅色嘅龍門亦都係非常之有手力，可以自己過到中場。Michael 後場嘢喎，人哋有心浪波。身體碰撞，哇！見到 J1 其實完全係唔夠撞啊！I'm telling you, right now, the 2 minutes that you've seen, right here. 哇！有一次有加蘭美斯有冇攞翻波咧？呢個判咗咩？呢個判咗6射嘅角球，見到好似邊個？開咗個戰術角啦。
然後直射龍門呢個清擋到嘅，擋翻出嚟俾有個師姐，好似想有個姐嚟幾個波撈，哇！蘇布斯拿意識傳中，低球射波，用到23分鐘嘅時間，六社射入第5球。見到紅社嘅心態有少少敗壞，哇！用鞋底傳波，哇！直接傳俾曲。牛主嚟個後場嘅交個球，威圖心口朗定，我傳翻俾牛主，左路進攻，傳俾卡神，推進，哇！見到係唔需要個人技術都已經過到啊！哇！中柱，見到六社其實係有3、4次中柱嘅情況啦。Andy Wong 嚟個解圍冇力，直接傳俾會基啊！即係我而家要咩做啊？紅社科龍門球，你個波傳，佢一嘢打去左邊，位置啱，定要攞翻傳俾中場。ICD 見到位置有少少唔配合，係咪 ？Andy Wong 咁我有咩做？哇！有佢身體動作，好啊！繼續啊 Sandy，再睇入咗啦，我睇唔到。唔夠 Michael 佬。哦，Michael 信。Michael 再斬，開個場嘅。喂，翻嚟啊！我要叫人啊！你坐低。好似係紅社嘅龍門球啦。係啊，叫佢過嚟。要等陣啦。散出嚟，諗住去左路，俾Alpha姐截到，有人截咗個 pad。好，one fall down。宣太。前往。哇！黃立健。見到黃樂軒球員其實射門嘅把握力都係有待改善啦。你輸紅馬13號過啦。Andy Wong，哇！Andy Wong踢翻去，iPhone out傳中，哇！263，見到六社喺混亂之中，卡神頂咗粒波入去，而家已經6-0啦。You'll get the only goal. 下半場開咗7分鐘，距離比賽完仲有13分鐘嘅時間。ICD 哇！全球掟咗。六社龍門掟咗傳咗個非常之靚嘅左路進攻。J王，哇！俾翻 J 王，後腳個人，哇Andy Wong 啊！見到啊 ！ICD 抌出個角球 ，J 王頂波，哇！Alpha 射，其實覺得有嘢，吸一吸射，哇！俾 J 王頂住咗自己隊友，哇！倒米啊 J 王！回翻後 Michael 浪地，哇！已經係好瀟灑咁做出唔同嘅個人技術，傳翻俾卡神，推進，射佢。
紅社作為一個龍門球，低圖下次過嚟過晒，低。後接頂翻去前面 ，J1 博腳，挨翻落博腳 ，J1 傳中，唔緊要，雖然配合唔到，但係最後攞翻個波，再傳中，有 I7 拎翻嚟保底 ，J1 再次憑住個人技術過3個人，然後俾人攔截。再次由紅社嘅龍門球啦。而家上半場已經，而家下半場已經過咗一半嘅時間，仲有10分鐘。變咗綠社係作出一個換人調動，由25號嘅由8號換入係保5號。哇！見到有個借傳中，哇！見到綠社嘅龍門都係借埋嚟頂波。叫我冇換翻，咪球攞翻，嚟啦，邊個換 J 啊？回後俾啱啱邊個啊？亞亞啊哈神。好似係先教球哈神揾出，掟咗，玩大晒喎！見到哈神就揀出呢個球，半扯。J1 爆翻，嚟個短傳 ，J1 攞翻，完全唔到目標啊！喺呢個球仲有啲偏波啊！嚟到紅社嘅龍門球。換就艾芬歐，換咗7號嘅 Adrian 入嚟，紅社再嚟個反波，呢球有少擾攘。低圖你有大球，出俾 J 波，前置有少失誤啊 ！J 波推進，傳都俾長啦，攞晒。J 波打出大球，哈神。訂咗你個直車，數目標。而家見到啦，呢個車開翻個龍門球啦。
呢個大腳站翻出嚟啦，中場接到嘅 J1 轉身傳翻俾白隊。新人唔知咩名啊，但係爆入波！而家六社已經去到7-0啦，時間上餘大嘅6分鐘嘅時間。你加分先，加油！下半場時間剩餘6分鐘，嚟個直射。Let's go! Yeah! 六射嘅龍門球。嚟個短傳，卡神推進，又有人甩咗個 pad， 帶到手啊！卡神嚟個直射，搞掂咗。哇！見到謝亮係着住 Air Force 踢波啊！龍門開個短嘅，no pass Michael 攞晒。卡神，非常之混亂啊！見到紅社射完自己打交喎，哇！倒米啊！下半場時間剩餘4分鐘。紅社龍門球接到，阿生你可唔可以攞翻個波咧？阿四加佢頭。多謝。喂，你快慢。I think you don't need to do all that.呢啲紅社係個大失誤啦。有冇英文？寫吧。夾啲招啊！OK 嚟個波球，定了 J1， 哇！又係 J1 啊！呢個 J1 嘅把握力係有待改善。又嚟到紅社嘅龍門球反出嚟 ，AD1 攞唔到，兩個姐傳翻俾卡神，都失敗攔截到，唔小心打翻出嚟，呢啲都係揾唔到自己隊友。哇！見到紅社係有好難得嘅進攻機會 ，Daniel。Michael 憑住個人技術扭，哇！見到 Michael 係有少失誤，我唔知就係都落翻粒波 ，F 姐推進，反去前面。Michael 浪定，見到六社係空門狀態。
38分33秒 ，Michael 嘅入波，啱啱見到佢撩入咗去，然後做一個右腳嘅大力抽射。而家時間上餘1分15秒，綠射已經嚟到8比0啦。紅射重新開翻波，俾綠射攞到嘅，有少少碰撞，一發射俾人拱低咗。艾西利喺運動姿勢失咗一波，然後見到 Adrian 沽甩咗嘅。腳推進。幾好綠射教球。最後一個攻勢，一個姐，想整個外腳背啊！想整個外腳背，可惜失敗。OK。見到分嘅時間，我開一個門頭，反出嚟，左路有冇 I C L？ 做唔到。最後一個界外球，俾紅色貼到先喎。睇佢作準，佢手標有計。好，佢自己有計啊！係完啦。